来，进去。陈道明问那桩事体，你现在到有个东丁节来落大家。他没搞，肯定给打给到面就东丁节。现在的周砂汤包。东西。它这个是不是这个盘？今朝成都记住还有那个论文分教卷，拍温度。离任重而道远呢，所以先要吃饱了再干革命，再继续走。我好像吃了5个，你吃了3个。能量补充还在，那我们现在走过去吧。公交车一等吧，等的时间又是比坐的时间长。烈日炎炎，一个小姑娘，一个老阿姨，不买包包，不买鞋子，不买衣服，5斤一条街来回折腾。以后你要当了设计师，想到今天你就给我们家免费设计。等我发了财，买了房子，买了别墅啊，黄天经常带走啊。我在刚才你讲个说法嘛，单个定节，谁是个？还到有个水中帮呢，问那个朋友。就没人有这个。哪里啊？哪个桥？没有桥了。又没有。本来在哪里的？后来就是这个当中啊，不是有个树有个。哦，就是这个地方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大汗淋漓想要寻找的结果。这个都亭桥的西边，在道光年间有一个粽子摊，就是黄天园的前身，老板叫什么？考你，黄启廷，浙江慈溪人。是吧？那么后来生意还子高呢，随了一个一跑门面一个地方，开始一盘黄天园。来说至于交关人晓得，你现在登个地方是黄天园的烂头，这个还是你的功劳了。没有你来找我，我也不知道。烈日炎炎，现在是中浪向11点半，你从街间的这一带差远了。现在下山了，好像一下子降了10几度啊。妹子啊，你看看我现在这个包后面有没有觉得颜色特别深？全部都是汗啊！所以我怎么感觉2瓶水喝下去了，包的重量没有减少多少。我们出来拍视频，你们出来写论文，搿点人出来多少呢？40度高温逛观前街，整个是这样的。黄天园一带着，他从东中市搬过来了以后，是在241号，这里是88号。他谁是讲1956年以后又搬了一次。其实黄天园在70年代之前还有一个招牌产品红鳝鱼。当时光名字叫大鱼龙头鳝鱼，我是喜欢吃猪油包的，它上面这么多的猪油，看见没有？白花花的东西，我最喜欢吃了。那分2个袋子。我不要啊，我是做代购的呀，知道吧？我家里这个糕多得不得了，满载而归。现在我们去乘凉吧。那个黄天园的新色感，随便拿来上面快吃。哦，有把这一个，还有把这一个。对，就是那种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。那个桂花的好吃，但是这个糕吧，8块钱1块，你让苏州老百姓买呢，恐怕一时半会儿难以接受。我不说吃海，我们可以再到那个241号去看一下。要研究就要研究个彻底。其实，在星巴克里面，再怎么访谈也是闭门造车，你一定要到实地去探访。在我小时候，这个一带就是苏州市中心，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，正宗6城门之内的苏州本地人。以前6城门之外的，侪是乡下人。知道吧？这首讲了苏州话还不正宗的，所以提到观前街3个字我就自豪。曾经的苏州中心啊，但是值得庆幸的是，我家现在离苏州中心不远，苏州的市中心到哪里我就住到哪里。这里是观前街240号，那241就是在这里吧？1931年之后的黄天园就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我已经没有印象了，你是更加不会知道的。纪念日百货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绿杨馄饨店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谁在个门档子里下，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馄饨，没有之一。提起这些老字号呢，只有4个字：一言难尽。